各位觀眾啊，大家好！又坐喺呢個兒童遊樂場公園旁邊咧，同大家去講話題。咁事關咧要出去超級市場啊，買啲日用品。咁啊，順便喺室外同大家去拍影片講話題。講今日話題之前呢，先問各位觀眾呢，尤其是有關心香港議會嘅觀眾呢，你投咗票未？有冇投票？因為之前呢，我講香港議會嘅事情呢，有唔少嘅觀眾曾經留言呢，又話一定會投票啊咁樣。咁但係咧，我到目前為止咧，發覺咧就嗰個香港議會嗰個 app 咧，就現在咧投票見到嘅人數咧，今朝咧已經隔咗一日啦。咁其實就嗰個投票時間咧係至到今個月尾㗎，即係仲有2個幾星期，成3個星期嘅時間。咁有好多充足時間俾香港人去投票。咁但係到目前為止咧，依家只係開始投票咗一日嘅時間到咧，24小時。就我今朝起身見就只有91個，好似第89個嘅暫時投咗票嘅數目。咁咧亦都同時聽到一啲消息咧，就如果喺香港嘅香港人投票咧，有啲咧係 download 咗個 app 咧係投唔到票。咁我自己咧，其實咧我尋日同埋今日咧，我自己到目前為止咧，我都試去投票咧，係投唔到喎。投到喺某個嘅步驟去掃描個晶片嗰個步驟呢，佢就顯示係失敗嘅。不過呢，我又同時聽咗一啲喺英國嘅朋友呢係投到票嘅喎。咁唔知呢度有到啲咩嘢嘅問題出現，咁呢要等呢個選委會工作人員呢去處理㗎。咁如果你有投票而投唔到嘅，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咁等我大概咧知道下呢啲咁樣嘅事情消息。咁我亦都講過咧，喺我其他嘅講香港議會話題嘅影片，可能有啲觀眾都已經係聽過嘅。咁由呢個2年前呢，我喺呢個星期二得到嗰個網聚咧，喺黑池啊2月份呢，咁去嗰個網聚咧，咁同時見到阿袁弓夷。其實我之前喺倫敦已經見過佢啦。咁因為嗰晚咧食晚飯咧食一個 buffet，咁 buffet咧其中咧有好多張長台，每張長台咧坐10個10零個咁咧，咁佢其中咧佢啱啱我前面有一個位咧佢坐咗落嚟，咁坐落嚟咁我對正對面，咁因為咁嘅緣故咧就可以有啲長嘅時間一路食嘅時候咧又同佢傾咗成個鐘，咁都係傾一啲唔同嘅，即係同佢啲人物就會傾一啲政治話題啦，咁。當中自然亦都講到香港議會嘅事，咁我當時同佢講呢，我一方面就唔睇好呢個嘅香港議會呢，能唔能夠可以好順利成功去搞得到，咁但係同時呢，我亦都會去支持佢搞香港議會呢件事情。咁呢個呢冇矛盾喎，唔睇好，但係又支持。唔睇好嘅原因呢，我當時同佢講過，有幾個因素嘅。一呢就係港共政權，佢一定咧用唔同嘅方法去打擊啊！咁佢始終係一個嘅政府嘅有好多嘅資源啊、能力啊、人力物力啊等等咁樣去打擊啊。其中包括23條國安法咁，嗱呢啲咁已經令到有部分嘅人咧就係驚啦，即係呢啲即係類似白色恐怖嘅事情，咁令到啲人驚咯。咁你又唔敢去投票啦咁樣。咁仲有佢有好多嘅，咁佢都有佢一啲嘅技術科技嘅人才人員噶嘛，點樣去對抗呢？咁呢個亦都等於我講過呢，政治就好似黑白圍棋鬥啦。咁你出一步，人哋會出翻步；人哋出翻步，咁你又會出去。咁大家你來我往，咁睇邊個嗰個能力強大啊？嗰啲咁樣，或者策略方面啦。咁呢個其一啦。咁仲有嘅就係人性嗰個心理啊。咁尤其是華人嘅社會啊，咁人性心理其中一個呢，就中意內鬥、好鬥。咁尤其是華人嘅程度呢，咁又一盤散沙啊，有好多嘅因素又驚啦，咁驚亦都係一個人性嘅一種啦。華人嘅社會呢，唔係真係咁勇武嘅人物嚟嘅，咁再加上呢，人類啊普遍呢就係唔係咁中意關心政治嘅事情㗎嗰啲咁，尤其是我哋華人嘅社會，香港人都係華人社會一部分嚟嘅啫咁呢啲等等嘅因素啦咁又有呢個唔團結啊，咁即係你睇依家就算所謂泛民嘅黃絲陣營嘅人士對呢件事啊，無論啲所謂黃絲嘅 KOL，
佢哋都係冷處理啲。咁其中佢冷處理咧，有一啲嘅就係可能即係有啲批評過香港議會嘅問題嘅人咧，就佢唔想見到你哋即係可以順利成功啊！如果你成功咧，即係變咗佢哋當初批評嘅嘢就係錯誤㗎啦。咁呢個其中一個因素。咁仲有一啲嘅就係，既然呢個港共政權恐嚇啊，咁有各種因素。咁如果其他嗰啲嘅所謂黃絲嘅 KOL， 如果評論呢啲事，會唔會影響佢哋嗰個 YouTube 嗰個嘅收益咧？咁譬如類似星期二得到嗰啲啊，佢個主頻道有40幾萬訂閱嘅，咁啊被打壓落嚟，冇廣告盈利咯喎，咁樣仲有一個香港懶人包啊，我就唔知佢講咩話題，咁啊導致咁佢原本有10幾定20幾萬嘅經營咗好幾年嘅，已經有累積到20幾萬嘅，咁又被打壓落嚟，咁又要重新開過一條頻道，你知重新開過咧，又要慢慢時間去累積啊嗰啲等等，所以其他嗰啲嘅大牌子嗰啲網紅嘅 KOL， 佢哋唔會講呢啲咁樣嘅香港議會嘅事，就有等等呢啲咁嘅因素啦。咁所以各種呢啲咁樣嘅因素，咁香港市民又會怕又驚又被港共政權恐嚇，即係上年呢個聖誕節呢個平安夜又出呢個通緝幾個人，呢個年輕嘅19歲到張希晴呢個年老到呢個鍾健華咁，又出100萬懸紅喎咁樣，咁令到好多香港市民就會驚啦。咁好多呢啲咁嘅因素，咁啊導致咧我就話唔係咁睇好，同阿袁公儀講我就唔係咁睇好呢個香港議會可以成功嘅情況。咁但係我都會去支持，就係嗰個心態好簡單啫。如果冇呢個香港議會嘅事情，依家香港有啲咩反對嘅聲音可以出到嚟呢？咁一樣係冇嘅，除咗海外嗰啲咁。咁但係海外又代唔代表香港人呢？海外有唔同嘅人物啊、團體啊咁樣，都係各自做自己嘅事，可唔可以團結一致，有一個嘅組織嘅力量去集中去代表到香港人，亦都冇嘅。咁但係如果你可以做到呢件事，香港議會件事呢，你真係凝聚到一個民意嘅多嘅香港人民意授權呢，你就會自然嗰個政治功能呢，亦都會比較大。同埋你授權咗有香港議會呢個名義呢，就會有呢個名義去幫香港人去出聲。即係自得人道，你當然唔係呢，即刻有個香港議會呢，就可以懟冧呢個港共政權啦。咁始終佢有軍權武力啊等等嗰啲，仲有呢個中共喺後台嗰個支撐。咁問題呢，就係你起碼多咗一個呢發聲，一個相對有民意授權發聲嘅渠道呢，去幫香港人去發聲，去反擊翻呢個港共政權。起碼呢，就唔好話佢話我哋乜嘢犯法，就好似真係我哋犯法啦。咁我哋呢，就有我哋香港民意嘅授權嘅香港議會呢，我哋就可以去反擊翻佢，可以指責，可以幫香港人出聲。嗱，咁呢啲係其中一啲簡單，我以前講過，亦都喺度呢，又再講一次，點解我會支持香港議會，甚至話我去參選。咁我亦都講過，我參選嘅目的就唔係志在我去當選，我嘅性格就唔係有興趣做從政嘅工作。雖然我係高度關心社會時事，亦都高度參與身體力行啊嗰啲咁樣，好多時出嚟發揮一個，即使作為一個普通小市民都有一分綿力嘅一個角色呢，我係好多時會出嚟睇開頻道嘅觀眾都聽過唔少啊，或者見過知過。即使我嚟到英國好多啲嘅遊行集會，我都係會出嚟㗎咁。咁呢個呢係我對香港議會嘅一啲嘅事情呢分享俾大家。咁一方面我係好關心香港議會嘅事情啦，但係從另一個態度角度呢，我亦都係一個平常心咁樣。咁我其實呢，我係關心呢個烏克蘭嗰個戰況呢，反而仲多於香港議會呢個事情。正如頭先所講，即使我哋有咗香港議會呢，就唔係一下子呢就可以懟冧呢個港共政權即刻可以翻去光復香港噶嘛。但係呢，如果烏克蘭嗰場仗佢係打敗咗俄羅斯，尤其是打死呢個普京呢，對個打死普京嘅意思呢，唔係即刻用場仗打死你，打敗佢呢，就會令到佢喺佢內部裏邊呢有分裂。喺呢啲嘅獨裁政權裏邊呢，呢啲嘅威權主義嘅領導層呢，如果佢尤其是佢走到出邊發動戰爭而打輸呢，佢就會受到呢係裏邊嘅一啲嘅政敵一啲原本要反佢而又唔敢反佢嘅人呢，都會出嚟呢。咁即使佢唔係俾嗰場仗去殺死佢都會俾裏部一啲嘅內部嘅勢力呢，佢有機會係去將佢去殺死或者去暗殺佢都得嘅咁。咁當然如果俄羅斯場仗打敗咗呢，其實係影響翻中共大陸裏邊嘅政策喺呢個全球嘅影響力嘅。依家呢，正係即係等於呢2次大戰，
希特拉如果佢一個國家德國呢，佢亦都唔能夠搞到全世界立亂，咁佢就要聯同呢個意大利啊，當時嘅日本軍國主義啊，咁佢先至呢可以分散嗰個力量呢去，佢就搞歐洲，意大利就搞非洲，呢個日本呢就搞亞洲啦。咁呢就令到各個世界嘅民主自由陣營嘅地方呢都唔得閒啦。咁佢咪相對有多啲能力騰出嚟去搞歐洲啦。咁同樣呢，依家呢個俄羅斯同呢個中共習近平，咁其實都係一個唇齒相依嘅政權嚟嘅。只要烏克蘭打敗咗俄羅斯呢，就等於削弱咗中共，亦都會影響翻呢中共佢嗰個倒台嗰個嘅時間表。咁中共倒台時間表越快，亦都等於我哋香港啊，即使冇個香港議會，佢一樣呢會倒冧嘅。所以從某個角度程度，我係關心呢個呢個烏克蘭嗰場仗，即係我日日都有嗰啲嘅消息呢，就睇住其中包括我睇軍武器研嗰個報告一啲嘅消息啦，呢個新冷戰程式啊，再加一啲其他一啲嘅各種嘅唔同途徑嘅一啲嘅有關嘅新聞啦嗰啲。咁如果今日睇到嘅或者近期睇到嘅情況，譬如尤其是呢嚟緊呢個5月9號啊，俄羅斯個閱兵儀式。咁閱兵儀式呢，佢哋只係一啲嘅意識形態啊，嗰啲面子嘅問題嘅啫。其實佢閱唔閱冇乜意思㗎。咁啊，因為嗰啲嘅面子問題啊嘛。咁就2次世界大戰戰勝呢個嗰啲紀念事件，咁啊邀請好多啲世界各地嗰啲領袖，各個領袖啦。咁當中就多好多嗰啲佢哋嗰啲邪惡軸心國嗰啲領袖啊，包括南美嗰啲嘅委內瑞拉啊，嗰啲洪都拉斯啊嗰啲啊。嗰啲國家獨裁國家領袖啊，北韓啊嗰啲咁樣等等，呢個好似斯洛伐克啊，仲有匈牙利啊嗰啲咁，嗰啲嘅呢個仲有習近平佢啦，咁包括仲有印度嘅喎，咁其實印度就民主國家嚟嘅，不過民主國家都有佢有啲嘅弊病問題，就係其中呢個印度總理阿莫迪呢，亦都同阿普京比較 friend 啊嘛，咁但係問題呢，就最新消息呢，部分有啲嘅呢啲嘅邪惡軸心國家領袖呢，就唔敢去啦，好多啲因為以疾病為理由，咁其中因為咩原因呢？就近期呢個嘅嗰個形勢有扭轉如果有留意世界局勢新聞嘅觀眾都應該知道聽到呢，就係自從呢個教宗呢個喪禮普京係咪呢個川普同呢個澤連斯基傾咗坐喺張凳對住互相簡單對單會面談咗10幾分鐘，傾咗10幾分鐘之後，川普個態度就形勢改變。咁啊，我估我個人睇就唔係純粹因為淨係傾嗰10幾分鐘就真係改變，裏邊仲有背後好多因素，包括川普個民望呢就插水急跌。過去嗰個月有幾個嘅星期呢，有成個100萬200萬嘅一啲美國人士出嚟就反呢個嘅普京。咁當中就有好多啲因為關稅戰嘅問題，有啲嘢咁導致改變一啲佢普京呢個川普裏邊一啲嘅內閣成員裏邊一啲嘅可能唔同嘅説話，你包括嗰個財長貝森特等等好多因素。咁亦都因為俄羅斯普京呢就扮晒大支嘢，以為以為川普咁樣一路呢好似就就佢呢，甚至乎連有一次有一個嘅電視節目話等呢個同川普電話對談呢，仲囂張到呢，就過咗時咯喎，過咗成個鐘電話佢嗰個節目主持人話提普京，川普等緊同你講電話喎，咁佢就好似懶行咁咗，呢個佢嘅工作嚟啫，等佢等下咁嘅意思啦咁樣。咁呢啲各種嘅因素呢，就搞到特朗普呢，即係你亦都唔俾面我，再加上形勢亦都唔好喎，反而呢，就如果佢支持烏克蘭呢，形勢反而呢就仲好。咁變咗依家呢，就見到一個同事嘅朋友嚟喺度放狗。咁呢去到呢個咁樣嘅情況下呢，依家調翻轉特朗普360度轉變嗰啲嘅態度呢，就支持翻烏克蘭喎，又簽埋嗰個礦產協議，而且礦產協議嗰協議同之前係完全同今次礦產協議呢，佢係全部對烏克蘭有利嘅。包括連嗰啲嘅軍火軍備軍售全部咧都提供俾烏克蘭嗰啲等等。咁而歐洲裏邊嗰啲嘅各國裏邊呢，亦都全力支持烏克蘭。咁依家形勢呢係突然大變。咁而依家烏克蘭嗰個嘅形勢呢，嗰個講嘢嘅口氣呢，亦都強硬咗好多咯。包括近期呢個澤連斯基就講到呢個佢哋5月9號嗰個嘅閱兵儀式呢。佢
佢又唔係保險公司嚟個，佢唔可以保證其他國家嗰啲政要嘅人身安全喎。咁呢個反映到啫咩？佢唔知隨時會唔會喺你嗰日嘅呢個閱兵儀式裏邊出動無人機、乜導彈有或者裏邊一啲嘅滲透啊、嗰啲嘅轟炸等等炸你呢個嘅莫斯科啊咁樣，咁啊導致有好多嗰啲嘅北韓啊、金正恩嗰啲又唔敢去啊，好多原本話去嘅依家都唔敢去啊。依個印度莫迪又派副總理啊，因為副總理又啲唔敢去，跟住就又派咗多一個副手去做代表啊，等等呢啲咁因素。嗱咁等等，咁再加上我今日亦都睇到一個消息咧，就係克里米亞嗰條大橋咧又發生爆炸，咁炸傷個炸毀個程度咧又未至於到咧就令佢完全癱瘓，但係咧都造成好多嘅麻煩啦。咁嗱呢個種種嘅跡象顯示反映咧，就係依家嚟緊呢幾日咧可能就有好戲睇。咁而如果喺5月9號嗰日造成一啲咩嘢嘅事情咧，冇人預料得到。如果尤其是當然最好咧炸死咗呢個嘅普京啊，尤其是呢個習近平，佢真係夠膽去嘅話咧，有炸死埋習近平咁樣咧，佢呢個嘅呢啲兩個邪惡軸心大國炸死咗呢個世界就會和平好多啊咁。咁即使我哋嘅香港議會到時點樣嘅情況呢，都唔係重點。如果呢兩個國家嘅獨裁政權領袖被呢個一齊搞死咗嘅時候呢，世界就會突然之間變翻和平好多。咁所以從呢啲嘅事情呢，我自己呢係比較呢每日呢係留意住呢個烏克蘭嗰個戰況嗰個消息呢，就多於緊張呢個香港議會呢個事。咁當然依家已經去到投票呢個事情，亦都講咗呢個3年有多啦。籌辦呢個香港議會終於已經亦都可以投票。咁我亦都會盡量呢去，尤其是嚟緊呢個月尾之前，咁久不久呢都會同大家去講下呢個香港議會啊，或者 update 香港議會嘅事情。咁臨尾亦都講翻一啲香港議會。既然而家有一啲可能一啲嘅投票問題，咁其實呢喺選委選委會裏邊嘅工作人員呢，佢哋仲會提供諗緊好多方法嘅。除咗呢個軟件投票，包括呢據我所知呢，就譬如你係父母係父母其中一方係香港人嘅話呢，咁佢嘅子女呢，只要年滿16歲啊，咁其實佢哋都係有資格投票㗎。咁而仲有嘅就係諗緊一啲方法，譬如有啲佢唔會用呢個軟件投票嘅，咁純粹一個信任問題。如果佢信任香港議會嘅工作嘅，甚至乎呢，我哋考慮緊會點樣透過譬如影印身份證啊，定點樣用 fax 啊一啲提供或者電郵提供一啲資料去呢個香港議會嗰個電郵裏邊呢，咁亦都可以表示一個咁樣嘅一個投票嘅方法㗎咁。咁佢哋裏邊呢啲嘅工作組人呢，係諗緊好多方法去方便一啲唔同嘅香港人去投票，去呢個投票香港議會嘅事情嘅。咁至於遲啲有啲再 update 嘅事情呢，亦都可以喺我哋頻道或者大家去呢個嘅香港議會個官方個網站啊，或者去呢個 Facebook 香港議會個5月投票 Facebook 啦，或者呢個嘅YouTube 頻道嘅香港議會 Hong Kong Parliament 嗰個嘅 YouTube 頻道裏邊呢，去查詢一啲嘅資料，或者睇佢哋有冇啲 update 嘅資料呢，都會了解到。或者如果由喺我嘅頻道去想了解呢個香港議會嘅事情呢，亦都可以喺度留言我。即使我唔知道或者答唔到啲事情呢，我可以轉介去問香港議會一啲嘅選舉委員會嘅工作人員裏邊去問一啲嘅問題呢，去回答翻各位觀眾，尤其是對呢個香港議會有關心啊，真係想去投票嘅觀眾呢，我係會可以問到一啲資料去回答各位觀眾嘅。今日同大家去講下呢啲嘅事情，咁希望呢個5月9號呢個佢俄羅斯普京紅牆月色嘅嘢，同佢搞個大鑊咁樣，先至搞到佢越大鑊，呢個俄羅斯佢越有問題嘅時候呢，就等於對呢個文明嘅社會嘅世界呢係越有好處嘅。咁到時睇下烏克蘭呢個嘅情況係點樣。咁現在睇呢，其實嗰個形勢呢係相對樂觀。正如果睇開我頻道嘅觀眾都聽過我講烏克蘭嗰個情況，由佢入侵俄羅斯普京入侵烏克蘭嗰陣時候，我就已經講過話呢個普京係等於個末日倒數㗎啦。咁以往我都解釋過點解原因呢。咁好多都唔相信，認為俄羅斯咁強大，咁普京呢個咁強人嘅，佢係一定會贏嘅。
佢有本事贏嘅，一早就贏咗，依家拖到已經超過3年，點解都仲未贏到呢？嗰啲咁樣，仲要揾埋金正恩落水去幫手呢，等等呢啲事情呢。咁啊，希望大家呢亦都留意呢啲嘅遊士懂得呢自由可貴嘅人士。咁啊，呢個唔係淨係我哋香港人嘅事嘅，關心烏克蘭嗰場仗呢，亦都係對於無論呢個公義嘅問題又好，或者對於我哋香港人嘅自身利益啊，或者整體全球人類嗰個文明程度嘅事情呢，亦都係有好處有益處嘅。好，暫時今日呢同大家去講到呢度，依家去啲超級市場度買啲用品先，拜拜。